車子上風向定落樓的，在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現在咱來到了珠光廳素食館這個食這頭一項是咖喱牛排，第二項是這個泰式嘅水餃糊，第三項是這個狗頭糕，呢個就是咱叫嘅硬菜，了個這個咖喱雜菜，叫了這個海菜，所以今日總共6樣菜。普通趣味嘅方式，廣府人自家煮6樣菜，也是8樣菜。廣府人是親人頭七，親人過身對七夕才煮7樣菜，所以咪是說叫7樣菜，因為真衰。咱來看看，食這是好，食這有咩好處呢？食這會使減少血管疾病嘅發生，佫會使減少癌症，減輕腰子嘅這個負擔，佫有真多嘅好處。另外會使看，伊這個有咩好食嘅？有兩嘴，其實是愛另外訂，才會使來這個食。伊有魚翅，佫有雞糊、雞血、雞肉嘅選擇，有烤水肉，另外豆腐cũng有，有了豆腐，定着佫有青菜咯，青菜佫有雞嘅龜，佫有膏，伊即個嘅膏有好出名嘅甘香爆皮菇。另外佫有鴨煲糕，鴨煲就是土粿嘅糕，佫有豆筋、蘇東，佫有粿較濟是古粿叫，佫有香小食又是袂歹，這個嘅小食，有沙嗲、腐竹就是咱潮州嘅好，甲重點袂大嘅枸杞。其他方面有茶能、茶飯。另外佫有特別嘅大座，除了飯，食着佫有米啦，米嘅爽度也無少。除了呢款大座，佫有套餐 A、B。還有佫有自助餐牌 ，Set A、Set B、Set C。至少要有30個人以上。OK， 後尾就是食茶了啦，有茶，有其他嘅飲料，果子嘅水。感謝大家支持珠光廳。伊除了呢個個華都 Caps 嘅總部，做呢個呢個咧，有咱報告呢個分享，大家會使嚟試看伊嘅廁所啦。